環保風紀計劃自2020年起，由環境及生態局、教育局及環境運動委員會合辦。今日我哋嚟到其中一間參與計劃嘅小學——長沙灣天主教小學。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哋點樣喺校內推行環保風紀計劃啦。其實我哋學校由舊校舍搬到嚟長沙灣，由2021年開始我哋已經參與環保風紀計劃。我哋希望藉住呢個計劃，讓小朋友更加配合到呢個校舍嘅設計，愛護環境，亦都將環保呢個信息帶到返去屋企，令到我哋唔同持份者都有一個環保嘅概念。其實我哋好希望環保生活可以植根喺我哋每個小朋友當中，所以我哋一人一職嘅計劃當中，亦都有環保風紀俾小朋友參與。1年班嘅同學都可以參加嘅，小朋友都好叻。放學嘅時候都可以提醒老師記得閂燈、閂風扇、閂冷氣。去到4年班，我哋就會招募20位環保風紀參與一啲全校性嘅環保工作，亦都會有外出參觀。小朋友表現理想嘅話，升到去5年班就會成為我哋嘅環保風紀隊長㗎喇。環保風紀團隊負責校內巡查及監察嘅工作，主要係針對廢紙回收。學校喺舊年起舉行咗班際廢紙回收認證計劃，每年大概有4次評分嘅日子，檢查各班廢紙回收箱嘅情況，如果情況欠佳，就會向各班嘅風紀作出勸喻同埋改善。環保風紀團隊主要負責管理自己班別嘅廢紙回收箱狀況，鼓勵及指導同學將廢紙放入相應嘅回收箱，定期檢查，確保回收箱可以得以正確運用。廢紙係我哋學校希望提升嘅回收項目，所以推出咗班際廢紙回收認證計劃，設立咗評分準則，由環保風紀隊長巡查同埋評分，確保紙張得到正確分類同埋放入去適當嘅回收籃。我哋會交一份評分報告貼喺班房內，由班主任同同學檢討改進，分數最高嘅班別會獲得環保星星。班內每位同學會按評分獲得相應嘅印章，以換取校內嘅獎勵。團隊會喺組會入邊公佈各班獲得環保星星嘅數量。全年獲得最多環保星星嘅班別將會獲得額外獎勵。校方會每2至3個月將收集到嘅廢紙攞到去綠在區度回收。為咗培養同學減少使用即棄抹手紙嘅習慣，我哋舉行每月嘅手拍日，用獎勵形式鼓勵同學自備手拍。環保風紀會喺洗手間外邊提醒同學使用手拍抹手，減少抹手紙嘅使用量，培養同學嘅環保習慣，亦都能夠減輕學校嘅財政支出，一舉兩得。參加咗環保風紀計劃之後，我同同學仔都學識咗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嘅環保知識，更加注重咗環保。平日我喺屋企都會主動做好分類回收，喺學校嗰陣時，我都會指導其他同學進行回收，希望可以成為其他同學嘅榜樣。我好開心可以成為環保風紀嘅呢一個職位，好有意義。透過自己嘅行動，可以令其他同學仔都更加注重環保。我平時見到有啲同學仔將廢紙回收箱當垃圾桶，仲見到唔同類型嘅垃圾都抌落去回收箱度。我同佢哋講解咗之後，佢哋就冇咁樣做啦。我相信參與計劃之後喺環保上邊就係可以提升到唔同持份者對環保嘅意識。好似我哋嘅老師規劃活動嘅時候，都會諗下有啲咩環保元素可以加入。小朋友完成活動或多或少都會得到一啲環保小貼士。當佢哋將環保小貼士帶到返屋企嘅時候亦都可以影響到佢哋嘅屋企人。
至於我哋學校咧都好重點推動咧種植文化，所以喺我哋初小咧都會結合到我哋種植嘅課程啦。小朋友喺小息咧就會爭住去淋花、淋水、淋菜，咁所以咧喺呢個部分咧，我哋都覺得可以將咧種植嘅喜樂咧同小朋友分享得到。至於我哋嘅環保風紀就協助學校按花期種植唔同顏色嘅植物，希望令到呢一間學校更多色彩。我會鼓勵大家一齊參與環保風紀計劃，因為喺環保嘅概念建設上邊咧，我相信要經歷知情意行4個循環，而呢一個計劃咧，正正可以提供機會俾小朋友喺家庭啦、喺學校實踐到環保嘅小貼士。保護環境由我哋做起，希望喺環保